大家好，我係阿茄，今次會帶你去國貿一間新開嘅紫陽專業修腳，而家有新店優惠，29.9就可以享受40分鐘嘅修腳、泡腳加按摩，正價項目全部都有7折，全身按摩60分鐘折完都係110蚊，全場免小費，仲送埋太陽眼鏡添，真係超抵！想知道就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首先講下呢間店嘅位置，由羅湖口岸過關之後，搭地鐵1號線過一個站就到國貿站，由 B 出口出去，沿住右手邊一直向前行，抬頭就會見到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。進入大堂之後，搭 lift 上5樓就可以揾到紫陽修腳按摩店。喺門口已經見到呢個超搶眼嘅牌，寫住29.9嘅優惠，即刻入去睇下係咪真係咁抵先。入到鋪頭，見到大廳嘅空間非常寬敞，唔會有擠迫嘅感覺。佢嘅天花板係星空嚟，好特別啊！燈光柔和，感覺好舒服，亦都有飲品可以飲。呢度唔只有大廳，入邊仲有獨立足療房，係影院式房間，可以一邊睇戲一邊按摩。我問過係唔使加錢㗎。呢度仲有幾間獨立嘅 SPA 房，有2人房同3人房，都係有星空天花板，好有氣氛。呢度嘅服務種類非常之多，從足浴到全身按摩應有盡有。而家新開幕期間，可以用優惠價29.9享受40分鐘嘅修腳、泡腳加按摩，而且所有正價服務都有7折優惠。例如芳療精油 SPA 60分鐘折咗都係118蚊左右，中泰式按摩折咗就110蚊左右，全場免小費，真係好抵。呢個新店優惠只係做到6月尾，大家記得把握機會啦！今次我就會試下29.9嘅足療，我朋友就會試下芳療 SPA。呢間紫陽修腳係大型連鎖店，全國有超過1500間分店，淨係深圳分店都有超過20間，對佢哋嘅服務質素就更加有信心。嚟到足療房睇下有咩戲睇先，見到選擇都幾多。首先技師幫我用熱水浸泡雙腳，水溫啱啱好，暖暖地好舒服。喺做足療之前會做肩背按摩，技師話我富貴包好嚴重，幫我重點按壓膊頭同條頸，感覺到繃緊嘅肌肉慢慢放鬆。佢按膊頭嘅穴位按得好到位，有種酸爽嘅感覺。跟住技師就幫我做一系列伸展動作，由膊頭拉到腰部，感覺到筋骨都舒展咗。特別係呢下動作做完之後，成身鬆咗好多。呢啲拉筋動作唔單止可以改善柔軟度，仲可以有效減少肌肉緊張。轉動下手臂嘅關節，可以幫助放鬆膊頭嘅肌肉，血液循環都變得暢通咗。將背脊向後拉伸，可以進一步伸展脊椎，釋放背部嘅緊張感，促進整個上半身嘅靈活性。唔單止可以減少長時間坐所帶嚟嘅疲累，仲可以改善姿勢。之後就開始修腳，技師用嘅刀片都係一次性嘅，非常衛生，每個步驟都做得好精緻，令到我感受到放鬆嘅同時，仲學咗唔少足部護理嘅知識。我本身右腳有粒雞眼，技師幫我整走咗，係完全唔痛㗎，仲用工具幫我去除腳趾側邊多餘嘅皮，動作溫柔，手法好仔細，感覺唔錯。
修完腳之後啲眼皮冇咗，腳板真係滑咗好多。最後就做腳底按摩，會針對反射區進行按壓，幫助舒緩身體嘅壓力。沿住腳底嘅經絡輕輕地按壓，可以幫助疏通氣血。技師用手掌由腳踝一路向上推壓小腿，可以去水腫，真係好舒服。呢個足療價錢雖然平，但係都按得好專業同仔細，仲包埋肩頸按摩，真係有驚喜。唔使小費，真係俾29.9就得，係完全冇隱藏收費。我特別中意佢收腳嘅部分，對腳明顯變得柔軟有光澤。跟住我朋友就做芳療 SPA， 60分鐘只係118蚊。按摩之前見到佢用咗即棄床單，夠晒乾淨衛生。技師輕輕將精油加熱，開始精油開背。佢用嘅手法非常細膩，從背部開始溫柔地推壓，仲用手指關節由下到上推壓，感覺每一個動作都好有力，但又唔會太痛。呢度嘅技師都經過專業訓練，手法相當熟練。用手指按壓肩頸，按到肩頸肌肉結節嘅時候，感覺到一陣舒服嘅酸痛感，積聚嘅疲累都慢慢釋放出嚟。我朋友話佢特別中意佢按腰部嘅時候，雙手輕輕咁喺腰部兩側滑動，感覺到精油嘅溫度，真係好放鬆。最後仲會按手臂同手掌。按到最後真係有少少唔夠喉，下次嚟可以試下按90分鐘。按完摩可以去隔離嘅眼鏡店港人眼鏡揀返副心水嘅太陽眼鏡，呢度款式真係好多，全部可以任揀，用優惠價按摩仲有嘢送，性價比真係好高。最後提下大家，呢個29.9足療同正價7折，仲有送太陽眼鏡嘅新店優惠，只係做到6月尾。大家有時間就記得把握機會，快啲嚟試下啦！我係阿茄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